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国强予立委逼供涉破3件明清时代古董会啊，佮故意暗卡，立委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展开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公布重大的头一份国防战略，点名中国甲罗西亚是美国安全上大威胁。昨半暝，中油大拿燃油厂爆炸，这嘛已经是今年第5届出代志。当地民众包围燃油厂，要求清场，也是清村。新闻台4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4556个本土病例，有57人死亡。对11月初1开始，特别开放第2阶段公费治流感疫苗的对象，50岁到64岁无慢性病大人会当公费治流感疫苗咯。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34556例。境外入有46例，那另外死亡个案有57例。死亡病例其中有1例年纪最年轻的是40多岁的男性，本身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另外也有这个癌症转移的病史，于10月23号不幸过世，死因是新冠肺炎合并败血性休克以及急性呼吸衰竭，另外也有这个癌症的一个诊断。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好，那我们从11月1号起开始这个第2阶段的这个施打。那公费的对象，第2阶段的对象是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这个成人。由于食药署在10月26号针对莫德纳双价疫苗的这个 BA.1 跟 BA.4之5都给予12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接种。那由于目前我们BA.1 的次世代疫苗有现货，所以我们预计规划就是11月1号开始就提供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可以来接种，就包括他的第3剂，或是他已经接种了第3剂的部分就可以去接种第4剂。追加剂跟前一剂的这个间隔，就是至少要3个月。最近儿童呼吸道的病毒是传甲真厉害，有医生就讲，因为这2档拢会预防武汉肺炎的病毒烧话，大家挂嘴暗膜，所以为着流感的人就较少。大部分的囡仔身上拢无流感的抗体，所以就爱特别细腻哦。伊嘛呼吁家长讲，赶紧带囡仔去注流感疫苗。注射站有不少民众来注第4档新冠疫苗，不过煞无看到民众或者是家长带囡仔来注流感疫苗。针对目前敢需要注流感疫苗，有不少民众表示要搁咧观察。不会啦，我觉得大家防疫做的都还蛮确实的。因为老的拢较注意，村的拢无要紧。安怎讲？伊干电甲咱的做体能，甲迄个拢有关系。不少病院最近嘛发现有真侪囡仔有呼吸道感染的症头。医师表示，最近来看诊的比率是疫情进前的2倍，预告流感的疫情开始咧增加。医师施胜环表示，过去2年因为拼死防疫，流感嘛对咧压制掉。不过为今年的趋势来看，预告11月底会开始大流行，无共岁数的人都有可能会着。按照5岁以下的族群，因为无流感的抗体，更较爱细致。今年应该是各种病毒都会大爆发。那传统的话，像一些季节性的感冒都是会在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开始流行。那如果真的以流感这个就是类似大魔王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耶诞节开始到农历过年当中。医师表示，目前影响囡仔的大部分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甲鼻病毒，会引起气管发炎或者是肺炎。按流感病毒，更有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等的并发症。5岁以下的族群，因为接触病毒的机会较少，所以更较高会着。当前风险嘛较悬，就要量早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高端公司免费提供要去日本的民众做 PCR 检验，今仔是头1日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是表示讲，大约是有95个人预约。另外，南亚立委林奕华是质疑讲，原本10月底高端公司就应该爱针对保护你的报告来提供补充的资料，也毋过卫福部长所表示讲，11月底才会来公布结果，这敢是政府的护航高端，加去影响到选举咧。高端公司免费提供进前注高端疫苗的人，若去日本会当去指定的26间医疗院所做 PCR 检测。开放的头1天早起，并无出现济人阵。针对高端公司的做法，民众的看法是真无共款。
如果他没有帮我付这笔钱的话，我就会自己去付这笔钱。啊，现在他有帮我付的话，我觉得就有赚到。因为他们的责任呢、他没有弄好，老百姓去打，不是白打了吗？高端公司提醒民众，一般 PCR 检测的费用会由高端公司这边来负担。不过，若是亲像急件检测的差价，都要由民众家己来负担。亲像这届台北医学大厦附设病院有配合高端公司，提供去日本的民众做 PCR。根据因的统计，这2天差不多有95个驻高端去日本的人预约做 PCR 体检，一天大概预约个48左右。那所以这样的量能，在我们目前其实一直存在这个 PCR 的筛检量来说，应该是足以因应的。院方表示，目前驻高端去日本的人，伫 PCR 体检内底是占上侪。不过，有网友无想要等高端公司提供免费 PCR 体检，家己去病院做 PCR， 结果所验出阳性。出国行程怎安尼乌有去？今天是我生病的第3天，我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那结果 PCR 出来的结果是阳性，我非常的错愕。高端疫苗除了标出去日本卡关的争议，原本这个月底爱提高保护力报告补件，不过卫福部长谢水元顶日大煞表示，11月底才会公布结果，引起南洋立委林奕华质疑讲，高端补件唔知要补到伫当时。因为政府惊影响选情，甲高端护航，若高端 EUA 敢会去互撤销，年底进前结果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以信接到检举，讲故宫博物院有3件明清时代的古董的徽仔受到破坏。故宫的高层阁要求讲袂当对外公开，暗藏事实。立委是要求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爱调查，嘛讲这可能是故宫博物院有史以来第1届拍破国宝，认为院长吴美策应该爱落台负责。对画面中会当看到的是清代的龙文碗，立委陈以信是指出讲，去年的2月，故宫的正器文物所谓典藏计划，故宫的人员伫过程中甲这个古董识破。根据检举的内容，毋但有这个，阁有明朝的青花徽仔嘛识破了。中昼的是，故宫的院长吴美策有开记者会，嘛证实讲有识破3个古董，其中有2案是无人为的疏失，也毋过一个青花盘确实是工作人员无细腻识破。目前专案嘛已经送考执会来调查了，等下厘清事实了后，会来进行修复。院长嘛强调讲，伊绝对无暗藏。再来看高雄大拿炼油厂，昨暗10点外爆炸，火是烧甲真大，嘛庆出真侪乌烟。附近的民众惊甲袂困日，加这是无人受伤。火伫昨暗11点外受到控制。高雄市长陈其迈冒到现场关心讲会花中油530万，要求爱停工检查。也毋过在地民众要求讲，应该爱赶紧甲炼油厂刷走。市政府讲，等来宣刷，就来启动相关的程序。大火冲到天顶起哩，天顶照甲光影下，消防车伫咧边仔喷水拍火。中油高雄大拿炼油厂27间10点半左右发生爆炸大火，消防局接到通报，随派人车来抢救。附近的民众听到爆炸的声音，也走来看。大家拢听到迄个巨大声响，大家拢走出来看，阁有闻到臭味安尼，所以即马烟雾拢飞到大埔社区遐去啊。我大条白事的声声啦，带伫遮真惊尔的啦。喂，千千啦。当地居民讲，住伫哩遮是逐工拢真担心，暗时拢困袂好。消防局总共出动26台车，49个人到现场抢救。炼油厂的消防队也最近出动，火伫咧暗时11点42控制条，好在在拢无人受伤，地面也无人。起火点就是这个 F7厂区里面的重油加氢脱硫的作业区。管线因为不远有发生有一个音爆，然后产生火灾的现象。高雄市长陈其迈暗时11点半到现场了解情形，安打民众的情绪，也讲中油真无应该要甲伊动发。我们会给予最重的处罚，要求第3重油加氢脱硫工厂全面停工检查，环保局跟这个劳工局都给予最高罚。环保局的部分是500万，劳工局的部分是违反相关公安的规定，有最高罚30万。陈其迈讲，中油应该好好检讨，伫咧公安方面袂当搁再出任何问题。也若民众关心的迁村，等选举后就会随启动迁村的相关程序。
记者综合报道。昨半暝，中油大拿燃油厂爆炸的声音传到林园附近，拢有听到哦。这嘛已经是今年第5届出代志咯，好在地人是真不满。今仔早起，伊嘛去抗议，要求清村还是清场。抗议民众甲燃油厂的门口围起来，准备要登记抗争，无要搁互中油复工咯。中油滚出去！中油释出去！毋是清村，就是清厂，我都搁甲燃油厂共存。大拿埔6里的居民前往中油大拿燃油厂来围抢，嘛决定要登记来抗争，无要互中油复工，直到因清村为止。大拿埔人到今仔吼，搁提钱吊衫，搁若搁搁着带到遮，有一天燃油厂来油头来爆炸，我都配钱唔到，大家拢跳落海。中油要有驾驶，唔通定定米的，市政府也不要做牛仔囝。我同意清村袂要紧，你上好的条件甲阮开出来，阮准备要领钱，钱领，我就要走啊！我无含你隔离啦。当地居民讲，即个爆炸的声音大，甲临近林园等等的所在拢听会到，会当讲是即几冬来上严重的一届，要求市府互居民交代。离环保局嘛统计，中油大拿燃油厂今年2月开始，陆续有油气臭味走出来，燃烧塔乌烟等等的疏失，累计共开发160几万。真正的原因，即马执行长伫咱大拿厂即马在开事故检讨嘛。本事故的原因，如果能够检讨得出来的话，会跟各位一个交代。中油早时出面回应，27号暗时的事故有可能是设备故障，毋是人为的疏失。后续会搁针对事故的原因来侦证，预计1礼拜要提出检讨报告。记者王柳婷、陈显坤报道。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昨伫面册铺文讲，台北市的路口规划需要改进，嘛认为讲机车两段式的西弯，阁有行人的路线，种种的规划嘛应该爱做检讨。黄珊珊今仔是表示讲，台北市政府一直拢有在检讨改善哦。国民党的蒋万安对机车西弯的方式无意见。27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伫面册打影片，讲台北市的路口规划有真侪拢不飒飒，而且大文强调，针对机车两大式倒弯、行路人路线等等规划，拢应该检讨。我们不只要从交通执法、交通教育来改善，还要优化道路环境，整理混乱的交通号志。台北市的路标琳琅满目，规格不一，位置混乱。而被报道黄珊珊一透早就到大安森林公园走访，针对陈时中质疑台北市车路设计无好势，而且影片取景的地点有真侪伫黄珊珊机关时期的选区内湖区。黄珊珊讲，台北市路口检讨一直有在进行，每个路口都有长期在检讨，有一些地方的确是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错过流量。现在其实每一个路口都有它的相关管制，本来就在检讨，不是现在才检讨。台北市车路议题吵甲真闹热，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针对机车两段式倒弯争议，嘛认为应该检讨。不只是待转的问题，包括我们进行机车道路路段，还有包括停车位的需求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机车族朋友很关心的议题。那台北市政府还没有具体回应的这些交通问题，道路使用者来好好的对话沟通。蒋万安望透过公开收集意见来规划道路政策。另外，蒋万安2月拜访台北都市经济学会，伊强调台湾地当济，台北市老厝也济，来向学会交流请教，规划都市经济政策。记者高本杨水导报道。台湾股市今年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哦，年初到达已经落3成了。金管会嘛发现讲，咱国内银行卖掉手中寿险银行跟证券商相关的股票1365亿，嘛加大约2800亿的资金哦，投入这个来避险。这嘛是咱台湾股市伫9月份一口气落1成外原因之一。就算美国第3季国内生产物价 GDP 比按算会较好，不过伫主要科技公司财报无好的影响之下，拜四美国4大指数收盘有起有落。也若台股早盘以12874点开出了后，指数开低走低。伫电子甲传统产业走弱的情形之下，盘中是大约100点，上价有甲12807点。就算台积电宣布成立开放创新平台，3D Fabric 联名，目前已经有19个合作同伴加入。
嘛头一届邀请国际大厂美光、SK 海力士、Samsung 等等要来推动3D 半导体的发展。不过早盘台积电要是落6块半，失守380块的关卡。大家知道，整个消费性电子的市况非常的糟糕，预期台积电在有些不管是成熟或先进制程，可能未来的产能利用率都会往下降，这个市场比较担心的部分。第一个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布局啊，它不会那么快开花结果。大概今年受到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加权指数已经为年初高点18619点，报到失守13000的关卡，落去幅度已经超过30%。金管会统计嘛发现讲，包括寿险、银行甲证券商在内，9月份持股最为急降，股票部位为8月份的3.1条降到2.6条以下。另外，咱国银行大动作卖股1365亿，资金转入去借券超过2800亿避险，加做台股9月份急杀买11%的原因之一。我想业者在投资上面标的的转换，这是他基于他业务策略所需了，这尊重业者的策略。重点还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够，上市柜公司在公司治理永续方面，把它做得很好。黄太保认为讲，虽然现阶段拄着通货膨胀、甲美国起利息这挑战，不过应该是过渡期尔。集中市场到9月底，本益比差不多是9.74倍，平均市利率大家嘅股票股利是5.34%，中长期基本面也是真好，投资人唔免想过头烦恼。不过选股也是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发会今仔公布9月份的景气灯号是黄蓝灯哦，景气的信号嘛创43个月以来的新高。有财经专家就警告讲，未来半冬全球的景气佮金融市场的变动哦，嘛是佫会真大。嘛因为通货膨胀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基本面，所以这波的冲击恐惊会比金融海啸佫较严重。正早顿若加一粒卵要加15块，即嘛各种生活用品拢起价。学者讲，通膨已经影响到经济基本面。世界各国央行拢用升利息来对抗通膨，降利息来救经济，实在真歹做人。估计这边全世界经济下修会比2008年全世界金融海啸时阵来得更加久。以前衍生性金融上面大概也影响到基本面，可是一下子而已。可是这次通膨已经维持了一年多了吧，1-2年所以会影响到基本面。加上呢，最近的央行，以前央行很简单，降息。宽松货币就可以救经济，现在的央行左支右绌。最近中央银行已经预测，2023年经济成长率要保3有困难。在经济分析，台湾面临着全世界需求降缓，再加上过去负向的债务效果，明年经济成长率要看到3有挑战。也注意半导体供应链重组了政治地缘的风险原因。所以，如果这5年开始要进入所谓的供应链重塑2.0的话，那我觉得台湾过去这5年这个 winner 的角色就会有点辛苦了。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可能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自己要盖一个厂啊？消费型电子以及在智慧型手机，它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状况是不如预期的情形之下，那么当然连带的也使得整体的一个科技产业，乃至于到这个上游的零组件的相关的供应业，那么其实目前都进入了这个景气反转向下修正的调整期。民邦大厂群创已经宣布各界主管自10月开始，家己自动减薪，营业产能下降，要厂商开始鼓励员工休假。全世界景气拢看歹，也和过去2年高息率的科技业也拄到影响，对未来的布局是转做较保守。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这减化问题真严重。行政院嘛公布讲，明年开始，育儿津贴佮托育的补助，无要佮排除好野人，大家拢会当领。生一胎1个月收5000块的补助，第2胎就补助6000块，第3胎补助7000块。托育人员的薪水嘛对28000起到35000块。育儿津贴以及托育补助都将不排付。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行政院会确定，明年开始，幼儿津贴甲托育补助取消排付条款，要予103万名0到6岁幼儿全面受照顾。不过，只有津贴也无够，想要留住好人才，行政院会也公布要调悬托育托婴人员的薪水福利。公共托育部分，
薪资的部分比照现在非营利幼儿园专科的薪资来做处理。准公共里面，不管是托婴中心或者是幼儿园，是让两方的起薪是一致的，同时呢，也都朝向依照年资分3级来给予协助。依照规划，0到2岁的公共化托育人员的薪水为28000调悬到35000，一摆调7000多。另外，准公共托婴中心幼儿园托育教保人员也以年资等各项条件调薪，要求教保员的教保费也有所提升。老师对于这个政策都是蛮感谢的，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薪资在外面跟其他行业比起来是相对较低的。会希望就是未来可能再加入一些什么年资的考量啊，会更加完善一些。不管是合格教师或教保员，在我们幼儿园的工作内容都是一样的嘛，从900成为2000，我们觉得如果说只差1000块，是不是应该是大家同工同酬？如果不包含劳健保、劳退金，调幅将近了30%不要像过往一样，又是由经营者自己出。好，那因为与病毒共存2年多了，经营者的亏损其实已经很重了，政府却没有配套措施，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实践它哈。第一线综合资源，感谢政府加薪的好意，也过也有幼教团体5项，未来做共款工课的教师甲教保员会当尽量共工共酬，对经营者的保障也需要兼顾，才会当真正让这群专业人士受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伫任内头一份国防战略，点名中国甲罗西亚是美国安全上大威胁。美方嘛有情报指出，讲中国扩大核子武器的规模，讲伫2030年之前要有至少1000粒的核弹。中国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哦。嘛讲到中国对台海和平造成的威胁，会来支持咱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咱国的国防部长嘛有回应。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一份国防战略对外公开，重点放伫咧中国甲俄罗斯的威胁，点名中国是上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扩大核武的规模，目标是2030年之前有至少1000粒核弹。报告也指出，中国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对台湾霸权威胁愈来愈增加，可能会造成误判。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2倍回应讲。美国的言论有正大影响力。尤其美方的他这个言论是的确影响力蛮大的。我还是一样嘛，这个对于任何一样国家，他对这个敌情的研判或当前局势一个判断，他都有所本的。我们都予以尊重，而且也会做一个参考，这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前参谋总长李启明认为，台湾人的危机意识无够，是伫咧政府无公布资讯，包括伫八家围台军演。飞弹飞过本岛的天顶，危机信息接受都无够。邱国正否认安看资讯，强调中共发射飞弹，国军伫1分外钟了就掌握到落点甲航管。我们并没有抱着一个还要隐藏，但我们第一个要研判，想说这样的事情公布以后，对我们以后工作的方面会有怎么样影响，还有对于民心士气总会有影响嘛。邱国正重申，伊任内工作就是要让军力保持稳定。伫咧稳定中求进步。另外，政府民间伫咧推动全民国防。体育会主委彭世宽认为，唔是正简单甲钱甲政治扎等于嘴啊尔，引起大家讨论。愿意把自己的心力奉献给前线的官兵，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大家要同心协力的来爱护我们的国家。另外，美国传出讲有一位第一美国联邦公务员朱一辉，红磡为台湾的海军甲台湾的公司工作，和美国起诉。邱国正讲，对方并不是军方的人员，海军也无甲伊直接的接触，人也无入去营区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海外真侪所在设警务中心要来处理异议人士。国际人权组织公布的报告指出，讲中国伫全球21个国家，至少有54个海外警务中心，大部分拢伫欧洲。中国的官方否认，也毋过带伫荷兰的异议人士讲，有接过调查的电话。荷兰的外交部嘛表示讲会来调查。这个外观看起来甲一般民间差不多的建筑物，都是荷兰媒体所讲的中国伫海外所设立的警务中心之一。住伫荷兰的中国反对人士王静茹，伊就讲，要接到相关单位来电话，请伊过去谈话。A few months ago, a Dutch lumber called me. He said he's from Rotterdam
and he's from Chinese Overseas Police Service, like this. And he wanted you to come? Yeah, he wanted me to come, and he want to talk to me. 总部设伫西班牙的人权团体保护卫士公布一份报告，就讲中国公安局伫全球21个国家设伫警交事务海外服务站，目的就是为着让这海外中国反对人士点去，甚至强迫因回国。 Within this monitoring effort, we came across the setup of at least 54 so-called overseas police service stations being set up by 2 provinces, in particular by security bureaus from those provinc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公安机关严格遵守国际法，充分尊重他国的司法主权。 这个机构大部分伫欧洲，其中9个伫西班牙，4个伫意大利，英国还有3个。 中国9月初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法，12月初一施行。表面上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实际上要结合伫海外中国警察单位打击反对人士。不过学者是讲，这恐惊已经违反维也纳条约。 Er is een Weense verdrag afgesproken over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En alleen als jij toestemming van je gastland hebt, mag je bepaalde activiteiten ontplooien. En als je dus geen toestemming hebt gevraagd, ja, dan ben je buiten die regels bezig. Dan gaat het om ongewenste buitenlandse inmenging. 那荷兰面临确保中国反对人士得到庇护，佫还顾虑到维护法律的双重压力。虽然中国官方否认，不过类似机构的出现，恐惊会使反对人士无所在避。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 来看意大利的米兰哦，有一间家乐福的卖场，曾传出讲有随机害人案。目前知影至少造成1人死亡，4人重伤哦。其中有一个是脚球的球星马里，这个嫌犯精神有问题，伫现场就互警方抓起来了。 伫咧米兰的郊区一个城镇阿萨戈的家乐福卖场空店顶头的废料，有监视人员采白下，一位30岁收银员伫咧这件野刀攻击案时阵不幸死亡，其他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其中一位是今年29岁英超兵工厂意大利加州脚球联盟杀的西班牙籍的球星马里。马里脚只片被抬受伤，无性命危险。 当地媒体报道讲，凶手是一位46岁精神异常的查甫人。27暗6点半左右，伫咧家乐福夜刀随机杀人，现场听到真侪人大声叫，真侪人走出卖场。凶手和几多位人客当场压制，交予警方。脚球员马里迄当阵是带看守甲后生伫咧踅大卖场，无去注意到情形，雄雄突然间感觉脚只边真疼。 才发现凶手举刀解台，伊经济人讲，马里被送到病时阵，人抑阁正清醒，身躯顶重要器官拢无被抬着伤。因过伊亲目睭看到有一位受害者，然后互歹徒用刀挂着伤，心内正惊。马里2020年1月自巴西加州脚球联弗朗明哥俱乐部加入英超的兵工厂，并且互借到意大利加州。兵工厂的总教练阿特塔讲，已经接到相关消息，并且联络到马里的亲人，加载身体无大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再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健康是愈来愈歹，怀疑讲可能是脑部有癌症。动物园嘛一直拢有甲中国的专家伫线顶来交换意见。中国的专家嘛已经提出2届讲想要来台湾做了解哦。动物园嘛表示讲已经向农委会申请，陆委会嘛协助，连面带有2个专家会来台湾7天。 鸟禽馆内底设置留言板，未少民众留下对大鸟禽团的祝福，更加有人希望伊莫死。团最近状况稳定，但脑部的病变并无乐观。台北市立动物园证实，对方专家这个月2度表达想要来台湾看，评估时间是适合的。有团为中国大陆来的情感因素，已经积极替因提出来台湾的申请。 这一次的交流情感层面比较高。我们的定调主轴是这样，我们在线上交流的情况都是很顺畅的，医疗部分也有一些初步的共识，但情感面的探视一定是要实体进行。这届所提出的防疫计划书是2个专家来台湾7天，先由农委会专案审查级别性、有专业性等等，再个由陆委会来审核，通过了后再到移民署做入出境的申请。园方感谢中央单位的协助，农委会甲陆委会嘛公开表示会用上紧的速度来核准。农委会的企划书应该会尽速来办理同意了哈，那就是让他们的专家来看，主管机关会依
专业的这个审核，那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核准这个案子。事实上，园方捌表示过，团的病况大陆专家嘛毋捌听过，加上对团无要搁进行侵略性的治疗，所以对华专家来台湾对现有的医疗方式并未有伤侪改革甲改变，纯粹是来台湾对团表达关心。团最近行动能力算正常，园方讲为6大指标来观察，伊并无因为破病来感觉痛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南屯有一个路口，昨下晡路崩起有一个3公尺宽的坑检查发现讲是台地涂骹已经超过40吨的自来水管破去，长期漏水造成的，加载是无造成灾害。水公司嘛赶紧抓漏，今仔早起已经恢复通车了。不然的话，检查是怎么样？路边出现一个大窟窿，警方伫咧现场放交通队，经过车辆纷纷闪避。台中市南屯大屯路甲大屯5街口。27号下晡向放起，窟窿大约有3公尺宽，建设局请怪手到现场来开挖，发现是自来水管线破去。新它一个小洞，它后来就越大，对，差不多有3公尺了，4平多。当地是人口密集区，路口的车流量也真大，加载地点就伫咧派出所斜对面，放起的时阵拄好无人车经过，警方真紧就封锁路口，协助交通疏导。自来水公司是表示，破去的自来水管已经使用41年，因为伤过老旧来毁损，工程团队透暝抢修要来找漏水点。它那个是因为它那支管子是经过70年埋设的，你说比较老旧了哈，按那老旧的损坏这样。第一时间即抵达现场，协助交通维持及车辆疏导作业，并经4剂检测为自来水管漏所致。本府即刻通报自来水公司办理抢修。该路面下陷案并无相关人员伤亡情形。后续本府将责请自来水公司落实自来水管线管理及沿线管线调查。水公司表示，27号暗时10点已经抢修完覆水，路面铺设的工作是伫咧28号早起来完成开放通行，对当地民生交通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东县的消防局最近陆续成立11个救护队伍，嘛启用紧急救护5G 的资讯系统，会当随时把相关的资料传予急诊的医师，会当提高救援的效率甲效果。台东县消防局自备启用紧急救护5G 资讯系统，示范救援人员分输电挂摄影机。在救援现场使用多功能生命现象监测仪，利用5G 网络甲患者的生命现象传去病院急诊，卖当透过车顶的超音波机，甲患者北来情形扫予医师知影，搁用平板电脑甲医师即时通讯。部分需要医师同意急救的措施，等医师下指令就会当做处理，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心脏的输出血液不足，那我们需要靠电流去把他的心脏跳动的频率提升到正常的范围之内。那在台东已经今年有3例在使用线上医疗指导的方式去执行。这套包括心电图、人工智慧判图、自动试 CPR 的机器、插管用的后头镜、甲药等等的设备，今嘛拢配伫台东县11个高级救护队的救护车顶悬。上界重要的是救护员分输电有摄影机，会当甲即时的影像传予急诊室的医师，互救护车变做是行动急诊室。医生就可以好像把他的眼睛跟双手释放到现场去，然后医生跟透过 EMT 的执行，就好像医生自己在做这个处置。台东县的地形是真长了，阁有离岛，医疗资源分配较无平均。虽然有提升紧急救护能力，成功救援的几率为5%提升到34%，不过也是无够。消防局表示，目前启用这套5G 救护资讯系统，搁配高级救护员的技术，会当搁较有效率来抢救民众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最近伫民间成立一个近海联盟，请渔船也是畅水人员去拼海里的一寡本色，亲像是鱼网饮料罐伫花莲的海边今年就清出15吨的本色。这是花莲石推边海域，畅水志工当地船坞打中央程度流刺网揽索这无路用的渔具，其他亲像无路用的链胎，还有塑胶杆仔的本色嘛有。数量真侪，若做无清理，海洋生物钓就会死去。沿岸的钓客来讲，他大部分都是像酒瓶类的东西啊，他自己的渔具啊，那以一般的海漂物来讲，保特瓶是最大的元凶啊，那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的海洋不能这样。
另外，海面上也有环保舰队，渔船伫海面看到废弃物，就会倒鼓起来。今年海面甲海底粪扫都高差不多15吨，虽然甲往年比起来数量较少，不过河川出海口仍做无失望啊，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环保舰队目前有97只渔船，那捞回来的垃圾大约有14公吨左右。前海战将呢，目前有269位，清洁的垃圾量大约有0.5公吨左右。那这边值得注意的就是，其中垃圾的部分，我们还发现了有烟蒂。环保局讲，要降低海洋废弃物，需要海岸甲风化共同维护，提醒民众伫河川也是海洋淡粪扫，依照环境卫生法是会当罚1000至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要建立超高龄社会，婚姻馆55岁以上的民众就占全县的人口3%5。婚姻馆政府今仔成立研发人才服务中心，今年望讲会当来开发300个工作机会，给55岁以上的民众。超过65岁吴女士本地伫咧做清洁工，不过有岁了后，感觉头路是真歹找。即摆是希望透过婚姻馆成立头一个研发人才服务据点，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头路来补贴处理开销。我即摆是讲家己趁家己的钱，咱家己要用就有啊，要做家囡仔配啊。退休以后，没有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所以有鉴于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的话有人才可以进用，那我们中高龄者也有工作可以去寻找自己在工作上的第二春。婚姻馆政府罗清楚表示，县内55岁以上的民众占全县的35%。目前开设研发人才服务据点，希望会当找找适合的高龄者的就业机会。当地企业也讲，目前真侪公司面对欠工问题，希望透过媒合协助这些时代会当在地就业。我觉得呢，这是补足我们台湾工业缺工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那我觉得，这个银发人才如果好好的来引用的话，在服务业、在工业界还有在商业界，应该都会得到各方的满足。有一份工作做的话，你整个的精神跟你的那个生活那个步调是不一样的。云科工业区厂商协进会表示，真侪时段因为体能状况也有经验拢保持得真好，真适合伫咧工课场所食头路。不过欠缺一个平台媒介。婚姻馆政府表示，未来研发人才服务据点，毋但会当帮助媒合，会当透过工作训练来提升时代的劳动参与率。未来按算一年会当开发300个工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脑中风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第4名，国内每天有1万多人因为中风过往。国民健康署邀请专家甲朋友来教民众安怎来预防中风，那么做伙来了解。他其实就很正常在看电视，那忽然他就觉得他很累。眼睛就看电视一黑一白，头一摆中风。今年70岁的陈阿姨5年前头一摆中风，紧急送病院，发现是心房震动造成的中风。心悸、胸闷、头晕无力、呼吸急促，4大有感。那3大这个心跳的指标，不表示忽快、忽慢、忽大、忽小、忽强、忽弱，叫不规则，就要当心是不是心房颤动。除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以外，心房震动嘛会提悬中风的风险。国健署表示，中风爱掌握黄金3点钟，就会当降低失灵甚至死亡的几率。识别脑中风，微笑举手说你好。若厝内有人身体无爽快，想要判断是毋是中风，会使请伊微微啊笑，观察伊的面敢有歪一边，叫伊举手看讲敢有一支手无力。若讲话嘛是无啥清楚，就要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因为119会送到对的地方，紧急的处理这个是专业的事。你如果送到这个没有在处理中风的地方，那其实是把时间给那个延误掉了国健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爱戒烟、食加油、加糖、加盐的物件，规律运动等等，调整生活习惯，定期观察身体状况，就会当预防中风发生。记者林淑霞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的北投有一间偌大的祖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最近这几档开始整理，是台北市文化局征收完成的第21间老厝。那么，做伙来看卖。
古早红砖厝边有河梁，这是北投的赖氏祖厝，嘛是台北的历史建筑。这几档官方参民间合作，开卖2400万整修，最近完成。在洲美地区，红砖造的房子非常的少了哈。那虽然南部还很多，但是它象征一个整个台北市在北投地区开发的一个文化传承。文化局表示，赖氏祖厝起伫1919年，除了正门入口有欧式设计，佮有贴贴出帘。经过台北市老厝运动计划整修，这嘛是第21间修复完成的所在。未来会结合文创技术，互老厝中生。目前嘛特别邀请到旅游画家简文林，甲创作放伫这展览。这个是他们赖家的主厝，好，将近大概100多年的一个老房子。那我自己创作的方式也是跟着人文的部分在跑。那我想说，如果把我的作品跟主厝结合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完全不违和的方式。文化局表示，市府的老厝计划对9当前开始推动，即马陆续完成。赖氏祖厝是上尾第2间，希望互老厝活法有新展现。记者电报小开台北仓报道。碰船是奥运、亚运正式比赛项目，也毋过这项运动伫台湾无解的时行。这几档伫台东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教练，伊认为讲台湾的环境应该是会当来发展这项运动，所以嘛成立碰船学校，要来推动碰船的运动。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明仔载暗时的7点半哦，特别来看这外国教练伫台湾的碰船梦。可以很好，换边。一只一只的船啊，伫咧台东的活水湖顶运运啊行。这种看起来悠闲的水上运动，却是奥运和亚运的正式竞赛项目。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碰船教练，伊认为台湾正适合来发展这项运动，就选择伫台东生活开办碰船学校，带大人囡仔起碰向前行。因为这里以前没有这个运动，所以完全也没有这个需求。我想要在我住的地方，在台东可以发展我自己的专长，然后也是回馈给台东的孩子这个运动。坐你一边。除了开课驾驶船，教练小辉嘛和有兴趣的大人囡仔手携工具，打造一只属于家己的船啊，互参与的人综合各种领域的知识，用另外一个角度熟悉碰船。莫讲像即摆囡仔，大家拢咧看电视，来耍手机啊，互因定定安尼直接来动手做，然后可以在做的过程可以去思考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风的物件、大自然的物件、海的物件拢是，就是小小的东西就会影响很大。台湾人嘛是做惊海，以前的观念啊慢慢咧改。虽然这阵碰船学校的模式渐渐稳定，不过想要伫咧比赛场有好的表现，就需要培养专业选手。小辉开始组船队办大型比赛，希望透过竞争来增加经验，也希望碰船运动会当伫咧台湾生态，互愈来愈侪人同齐来参与。记者吴定宇、黄文良台东报道。来看纽西兰的国会，伫这个月25议长就职咯。这届的议长是一个工党的查某议员梅森。另外嘛，因为有一个查甫议员辞职，所以纽西兰的国会嘛出现有史以来查某议员的人数比查甫议员较侪。纽西兰工党议员梅森今日被国会内底用模拟为宣誓就职，接任专起组驻爱尔兰大使前议长的空隙。加上顶礼拜有一名男议员辞职，互国会女议员的人数头一届超过一半，达到60个人，比男性议员加1个人。I think it's a proud day for New Zealand that we've reached that significant milestone. After all, we were the first country to grant women the right to vote. 纽西兰的女性政治界历史为1893年开始先通过女性参政的法规，建造全球头一个予女性有投票权的国家。一路发展到出现女性总理等等，即马真侪重要政治职务，包括现任嘛是历史上第3个女性总理阿尔登，加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加总督等等，拢是女性在做。
I think it's hugely significant for New Zealand. You know, our strides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have been big in New Zealan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We've got a female Governor General, Prime Minister, Chief Justice, and now we have 50% parliamentarians. There's always more to do when it comes to gender equality. 根据各个议会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纽西兰、即马阁有古巴、墨西哥、尼加拉瓜、卢安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总6个国家，议会内底女性议员占比至少50%。也毋过纽西兰女性议员比查甫人搁较侪状况，只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根据民调，到2023年的大选，女性代表比例较低，保守派有可能赢过自由派得到胜利。另外，纽西兰伫性别甲性水平等这女性权益，有关搁爱努力争取。是新闻台视朋友。来看渔业，就经过债务危机，佮经过疫情，最近是因为通货膨胀，互民众真痛苦。其中储税期将近4成，互民众上怨叹哦。专家表示讲，目前伫渔业，大约有7成20岁到30岁少年人是甲父母大做伙哦。嘛有袂少少年人讲哦，因会考虑出国去讨趁哦。27岁泡泡斯最近是无法度搬来这间大约是7.5平的厝顶加起的公寓，面积和厝税是伊原本租的厝的一半。搬厝的原因是即摆雅典的厝税起伤凶，伊一边读大学，一边是做part time工课，根本就无法度负担。Δεν περίμενα ότι τόσο γρήγορα θα αλλάξουν τα πράγματα. Σε ένα τόσο μικρό χρονικό διάστημα θα έχουμε μια τέτοια αύξηση τιμών. Τρομάζω για το πώς θα ανταπεξέλθω να συνεχίσω να ζω μόνη μου. 最近因为受到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伊大通货膨胀是创30年新高，来到12%。官方的数据嘛，当看到9月的电钱是起3成，小气燃油的价销嘛起6成5，厝税比去年同期是贵3成5，其中厝税负担上大，互人是指责袂掉。卖厝的中人认为讲，少年人每个月有6成到7成的收入，拢爱摕来纳厝税，和爸母做伙大的情形是愈来愈普遍啊。 ότι το 67% των νέων, αυτό είναι πολύ σημαντικό και κακό στοιχείο για την Ελλάδα, της ηλικιακής ομάδας 24 ως 35 ετών, 36 ετών, ζουν στο παιδικό τους δωμάτιο. Αυτό είναι πολύ κακό για την ελληνική και οικονομία και οικογένεια και το δημογραφικό της χώρας. 目前一边伫咧餐厅做服務生，一邊讀冊的20歲女大學生拍多波女，是靠父母的贊助才有法度租，每個月租金是450歐元，合大票14500的厝獨立生活。但是伊認為目前漁業經濟前景使人煩惱，工課會愈來愈歹找，通膨危機若繼續惡化，畢業了後可能要另外找出路。Άμα δεν αλλάξει κάτι, βλέπω το μέλλον να είναι σίγουρα εκτός Ελλάδας. 为了帮助少年人解决经济困境，希腊政府顶个月是提出17.4億歐元的紓困計劃，會甲學生的租厝補助提懸，嘛互少年阿某買厝會當用較低利息來貸款，但是效果佫就歹講。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来看日本的東京，最近有做胖業者伫收單了後，甲無賣了的胖拍者囥伫店的外口，互民眾家己付錢家己買，但講攏賣了。 唔那互消費者會當省錢，嘛較袂浪費食食咯。另外，伫南韓嘛按算當對明年開始，要甲食品的販賣期限改做有效的日期，望講賣使來減少討債物件。 日本東京這間麵包店暗時6點休困了後，開始把架頂的麵包送到店外自動販賣機。櫃內麵包銷售時間是為暗時7點至隔天早起7點。這賣出的麵包價是為700日元降到500日元。お安い値段で買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私たち家族が多い家庭にはとてもありがたいと思ってます。週に2、3回ぐらいあれば行くような形ですね。 拍这个商品热销，甲日本物价一直起价有关系。一间超市业者就指出，店内赏味期限得要到啊，也是包装破去的折扣商品，最近销量变真好。 虽上日本一直有食品存伤济问题，敢若2020年单条食物到522万吨，相当是东京巨蛋体积的4倍。另附近的南韩嘛按算该食品的标示来避免食品存伤济。即摆标示是以产品必须落下来的时间计算，也就是贩售期限。明年开始改做有效期限，也就是按照建议储存方式了后会当食用的期限。食品标示改变了后，食品的保存期比目前延长20%至50%。
For example, white bread, which has a sell-by shelf life of around 3 to 5 days, will be considered safe to around 25 days. 民众熟悉的韩国泡面也会为5个月的范围期限延长到13个月有效期限。韩国食品药物安全部是讲，南韩当年差不多有540万吨的食物本数，等于是100个卡球场。若清理成本悬，卖制造假碗，致使全球暖化。希望改变标示，和单调的食物也会减少。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英国一个鬼才画家赫斯特哦，伊甲伊的画4200全部拢烧掉，改用所谓 NFT 的方式来保存卖卖。赫斯特今年57岁，伊捌伫1995年摕到英国当代的艺术大奖哦。赫斯特是认为讲，实体的作品是袂当甲 NFT 这款所谓的作品同齐存在，所以画家必须得爱做出选择。This one's called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第一念画名了后，赫斯特将画送入去火炉烧掉，现场还阁有4000多把画等咧烧。赫斯特伫去年启动叫做 The Canvas 的绘画艺术计划，用伊创作招牌彩色圆点为主题10000个画，以每张$2000的介绍拍卖，每一张画拢家己的 NFT， 也就是加密数位艺术。用鬼才艺术家的名号加上艺术市场的 NFT 一条，这画伫交易平台相关的记录成交价超过17万美金，合新海票差不多530万。伊个互买做选择，要保留实体画也是 NFT 数位作品，结果超过15000多人保留实体画，剩4000多人选择 NFT。伊决定将这 NFT 的实体画全部销毁。I decided that once I've gave people the option to choose between physical and digital art, I had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 physical for all the people who chose digital. So that was the point when I realised I had to destroy it. And then when we created the NFTs, we burnt them into existence, so it made sense to remove the physicals through burning them into non-existence. So it kind of made some sort of sense to me. 100岁烧掉家己创作的画，就是作品甲别人无共，会互人着惊的赫斯特会做的代志。57岁赫斯特是英国青年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伊细汉无爱读册，定定闹代志，啊，毋过自细汉就展现对创作的热情。伫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期间，参加7展发表作品，引起注意。伊伫90年代开始发展，捌伫殡仪馆做线工，为大体画过素描，加上好朋友过身，互伊探索死亡意义，常常透过创作呈现生死的反差概念。虽然 NFT 甲实体画同款重要，啊，毋过赫斯特认为，对传统艺术家来讲，一部作品免同时有实体甲 NFT， 除非实体画是所谓创作历程当中的必经之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